咖啡嘛，我拄拄好去泡诶。好啊，无我出动下要上一杯咖啡。李正，你着上礼拜去发图好干嘛？真认同好讲诶。我夜爸迄去给我朋友推荐嘅教室咯，嘅教室啊，我一定会推荐俾你。地步都会先生非常的专业，环境当好，各位啊，我喺知道，但系会画图嘅时代啊，真认同强哦。哇，当你按讲吼，我都出动，我要上去落去参加的呢。做得啦，不过啊，你要先注文哦，我系2个月以前听的呢。我2个月以前听，用这间教室咧生意当好呢。系啊。我去那边主文哦。居然就大天发起就学会啊！佢爱每日讲啊，要早晨还是下晝，像太陽嘅上課嘅時間呢，係差唔多半日嘅時間。竟然會半日哦！唔該，去早晨還是下晝？我上班係去早晨啦，因為嗰時我陪我下晝愛去跳舞，叫參加乜嘅跳舞嘅社團，嘅1禮拜呢愛表演，有時呢佢就夾去練習嘅。跳舞伊像喺細蚊人跳較大吼。我頭哥啊，沒有參加跳舞嘅社團，唔過我細個時節咧上到中集咧，都本身上係咪練棒太爽，唔過我係你較中意跳舞啊。證明哦，其實啊，廿幾年面路當中有同類共同興趣組成嘅社團哦，有各樣式嘅社團啊，乜嘅顏色都有啊，大家就親自家做一個就做得哦。什麼你嘅鼓勵，我知道吼，親像我多種去跳舞嘅時間咧。等下我下班咯，都好好啊來查一下資料好誒。係啊，其實啊，我當琴先會跳舞嘅人誒，因為啊，我真認識到跳舞太難啦。唔怕啦，逐上人都有自家專長嘅事情啊，自家歡喜都好。真嘅啊，其實啊，我啲好教嘅時間，我係參加球吹嘅喲，真認同好教呢。你打嘅嘛係球啊？你睇看呢？球類啊，種類真多呢。上課後係排球嗎？唔係，唔過你咪係需要團隊合作嘅運動哦。係籃球嗎？都唔係呢，唔係排球，唔係籃球哦。我嘅用時參加嘅社團活動係足球。哇！莫怪哦，人家用時講，你嘅興趣係去做雙腳。係啊。你嘅體力啊，算起來係真好哦，很強呢。係啊，因為嗰時你就會練身體啊，嘅體力咧就會更練更好哦。嘅踢足球啊，我每次都講有按嘅團隊合作嘅感受呢，我都中意。你哋出體去馬還有參加咩社團啊？因為我一下體力啊冇按好咧，故所以就冇參加按到嘅運動類嘅社團咧。我之前有老人講啊，我有報名乜嘅社區太好嘅體力班啊，日班我哋留戲劇班強下表演咯。哇！2禮拜嘅事情，你會來看冇？哇，很強哦！我知道你迄個種哦，上到去做嘛，個都實實要去做嘅人呢。你看，你上禮拜咁講好，你下都去報名咧。哎呦，我學習你嘅精神哦。冇唔錯啊，我係知道啊，上去做乜嘅事情就會實實去做，我會好好享受人生。你講啱有精神，哎呦呢，我夾夾起來前面下跳舞嘅社團，那就成功係真老人講哦。好啊，唔喜歡啊。大家有聽過一句老古語言講冇？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。把現下好好來享受人嘅生活，不論係自家一生嘅興趣，也係講當人都做得參加嘅活動。只要講呢種興趣嗬，係自家中意到，係做得本人嘅生活變得當豐富嘅，繼續嘅好嘅興趣、好嘅興頭。唔過有陣時面對自家冇熟絡嘅呢種領域，知道會有啲驚驚嘅心驚驚。唔過試看下過後。可能會啲自家有中意冇，安尼咪也蠻好啊。有中意就做嚟繼續下去，冇中意就乾做，係留記不用提起，唔是個按條件可能漸落去，自家咪冇幹冇啥。可能啲過程當中會發生自家想多嘅事情咯，一下就本你強下來去練習下，用合法來認識冇同樣嘅新朋友了。第一會教大家嘅。係一種通詞，就係講一種發通，一種咩係一種運動哦。係乜嘅咧？就係跳舞，合法按到跳舞，跳舞，
唔好跳舞冇，我自家讲吼，我自家係唔愛跳舞，唔曉得樣板型跳舞嘅人，故說我當欣賞當會跳舞嘅朋友呢，來看一下佢嘅記憶係乜嘅。朋友下午要去跳舞，朋友下晝愛去跳舞，朋友下晝愛去跳舞。唔過舞沒有分清多種啊，像係街舞啊，像現代舞啊、國標舞啊，有千多種嘅舞，各種舞就做得體驗一下落去。此看嚟哦，下輩也嘅發通哦，可能從小學到大學少年參加，甚至也種發通喺台灣景美女中、景美五中，從頭係世界冠軍啦。喺乜嘅發通咧？就係拔河。拔河客家很多綁太索，綁太索，哎呦，要知道，同樣一種感覺嘛，一索嘅按粗按太窄，大家聽下來綁就很多綁太索。下邊來看一下，被老師叫去練拔河，本先生嫌去練綁太索，本先生嫌去練綁太索，我記得咯，嫌呢隻字係第一，佢係我再合起來，它是個閉口音。第二，佢係變調，所以唔係講嫌去哦，我講嫌去呢種地方，我注意到，千萬唔好講咩差了。下邊繼續來看一下，大家從細到大學讀書家下聽錯，有參加過兩種組織，係一種組織咯。甚至出社會過後，有可能那種組織會喺人嘅公司底度，會喺人嘅社區底度，甚至係外邊嘅運動嘅組織，係乜嘅組織？很多社團，社團客家用牌形講咧，就係社團。各位朋友，社團。好，下邊來看一下大家記憶係。各樣式的社團，看，假如講到咪當到運動嘅社團啊，網球社啊、羽球社啊、足球社啊、照相局嘅社團，乜有哦？講到各樣式嘅社團，各樣式嘅社團，唔好參加呢隻社團咧，做得前隻社團嚟去參加嚟去練習一下，下邊。有個發通嗬咩係達4年就為來年度100嘅世界上世界比嘅發通，按到乜嘅咧？足球，你係足球迷冇？捱咩係哦？捱係足球迷哦。老太下講下足球合法樣板形講咧，就係足球，足球來睇下男士嘅係樣板形講咯。足球，足球。好，下邊來看一下記憶。佢講參加的社團活動是足球。竟然參加嘅係乜嘅咧？來看一下呢句話，客家樣板形講。參加嘅社團活動係足球。參加嘅社團活動係足球。來睇下男士嘅係樣板形講。參加嘅社團活動係足球。參加嘅社團活動係足球。好，社團也嘅活動係其實下靜態，比較靜態一點點。大體咧去看嘅時節都係做觀眾嘅成分，不過咩有可能有一日而未會企上舞台來做主角嘅哦。係哪隻活動咧？就是戲劇。戲劇客家用版形講，戲劇。戲劇，我記得咯，呀劇佢咩係一隻入聲字，我短短，我夾夾，響劇嘅時節，聽錯我夾夾，這樣唔會變做戲劇啊安尼，就做唔得咯，也就唔錯嘅哦，我記得啦。下邊來看一下佢講，要和戲劇班一起表演，客家樣板形講咧，愛留戲劇班向下表演，愛留。戲劇班向下表演，來睇下男士演強係樣板形講。愛屯戲劇班向下表演，愛屯戲劇班向下表演。好，
今日咧，看看家下談嘅詩團吼，就當多朋友嘅心頭興趣過後，有一種類吼，本來知道動好奇吼，即係講有啲朋友吼，佢動會付出，為到社會來貢獻，就課堂過後，佢會去做志工、做義工啊，是談過有人去做社區服務，沒有成是的狀線上生命線地位，真認同偉大呢，即個付出即個時間還有成本，為到社會來貢獻。特別談佢哋講即個城鄉發生的那條事情，就知道，哎呦，想到呢，因為會發生，按到是即個冇接觸過呢。不過最近啊，也個去做志工服務嘅人，大部分大家係用百姓嘅感受咧，聽得阿開，還有阿皮子。共下來去體驗了。